大家早晨。因為而家我哋都有好多工作要做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做事唔可以心急。大家精精神神，今日繼續開工，好唔好？好。咁我就叫劉啟明啦，咁通常啲同事都叫我 Eric 嘅，因為咁樣比較親切啲啦。我好記得就喺2018年嘅聖誕節啦，公司就同我講就去負責啟德體育園嘅項目啦。當時嚟講都係有一啲即係戰戰兢兢嘅，因為講真一個300億嘅工程啦，又設計、建造、營運啦，咁我負責設計建造嗰部分啦，都一個咁5萬人嘅場館咧，講真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。其實成個香港啟德體育園最大嘅特色就係開合頂啊，亦都係一個極其複雜嘅一個設施啦。除咗擋雨啦、擋風啦，同埋最大嘅功能就係隔聲，因為夜晚黑舉辦一場演唱會，啲聲走咗去附近啲居民咧，咁到時一投訴就開得，所以開合頂嗰個 acoustic 即係隔音嘅功能咧係一個好重要。隔到音嘅物料咧，其實都係好重物料，所以其實成個開合頂咧都係一個比較重嘅一個頂蓋嚟嘅。雖然話吊運一個開合頂係8個小時，一個2400噸，吊運去到50幾米高，吊運去啱佢個高度，佢嗰個座向係啱好，好似好快脆，好似好簡單，但係我哋事前嘅工作安排啊，成個設計個協調啊，同埋一個咁重型嘅提升架，點樣可以咁安全吊運上去呢？成個計劃呢，我哋係歷時超過2年，因為我哋係唔容許一丁點兒嘅一個障礙。因為大家試諗，如果吊起一個2000幾噸嘅結構架喺50幾米高，中間有問題，其實要放翻落地面，其實係一個都幾災難。好，大家天面嘅管工同事、天面嘅路軌同事，而家清場完成，準備開山蓋動作。做工程最困難係咩呢？其實就係交貨俾營運最終去交俾公眾呢。其實嗰下其實係最難，真正體現嗰個工程由設計、建造、營運係咪做得好？究竟對呢個場館佢哋覺得係一個好定係唔好嘅場館？